作為計劃成員，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申請？積金易平台令僱員能夠透過積金易提交申請，從強積金帳戶提取由僱主供款所累積嘅強積金，以對沖僱主尚未支付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。請留意，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於2025年5月1日，即係轉制日正式生效。如果僱員嘅受僱期橫跨咗轉制日，該僱員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金額需要以轉制日為分界，分為轉制前及轉制後兩個部分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勞工處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嘅專題網站。如何透過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申請？登入後，喺主頁選單按我的帳戶選擇更多服務，然後按對沖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，選擇你需要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嘅帳戶，並按下一步。如果你喺同一個僱主名下有多過一個帳戶，系統會自動點選所有相關帳戶，輸入離職理由同你嘅最後受僱日期，喺享有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部分下選擇是來自僱主嘅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總額，將會顯示喺各個強積金計劃下面。輸入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資料，尚欠成員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嘅金額，包括轉制前及轉制後嘅部分，都會根據你提供嘅資料自動計算。選擇銀行轉賬或支票作為付款方法，並輸入付款詳情。上載所需證明文件以證明你有權獲發長期服務金遣散費，而你嘅僱主並未向你發放該筆款項。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，並按提交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並按接受，你就可以成功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申請。有關結果將透過電郵或者短信向你發出。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 了解更多。